土炭。某国有兄弟2人做朝内的文官，兄哥有生一个查某囝，名叫宝仙。到14岁，爸母拢过往，就互因姐带去照顾。小弟也有生2个查某囝，一个名叫宝珠，一个名叫宝玉。宝珠只是12岁，宝玉13岁。因老爸只是身体治病，就有时间回家养病。因婶真疼伊2个查某囝，每日简单顾西装。宝仙每日料理煮食洗衣裳，也着紧涂炭。直到身躯常常有涂炭的拉残，煞家己叫做涂炭。总是遐尼着磨，也毋捌受气，算是真好女德。对来因直斗7年久，伊2个小妹装塔水水盈盈，伊拢毋捌轻分，家己逐日认真理家。即时拄着太子要娶某，调通国的在色女就来互伊请。迄碟因2个小妹坐车要去赴太子的宴舍，涂炭甲因婶禀，伊也爱去。因婶甲伊2个小妹拢嫌伊讲：“你即个班也敢铁开喙，阁要去，真袂见笑咧！”互因婶甲2个小妹责备，面红红就搁入去涂炭间，目屎哪落雨，总是毋敢吼出声。忽然有一场马车，坐一个真老的妇人人来，问宝仙讲：“好啥事？我是你的祖妈，知你的艰苦，但你也通去赴太子的宴舍。”就将管仔赖宝仙的身躯，即时变做穿真水的丝绸，也用管仔拍2块石，即时变做一双玉鞋。就吩咐伊讲：“你去就毋通超过12点转来。”宝仙拜谢祖妈，坐车就去。总是迄时人拢在啉食啦。太子看见宝仙喜出望外，本身摕好物互伊食，食半宿了，看见得要12点，宝仙就起身出去，真久拢无过来。太子真忧闷，世界拢找无，也毋知伊的姓名住址。后来看见桌骹一双玉鞋，就将玉鞋找钦差去逐所在，互在色女的查某囡仔穿。若穿拄好迄个，就是太子妃。钦差领旨，即时去。迄碟宝仙转来到厝，也未12点，衣裳犹原变做甲旧时同。因婶拢毋知伊去赴太子的宴舍。伊2个小妹到4点才转来，就甲因娘讲：“今仔日看见一个真水，比仙女赢过真济。”宝仙伫涂炭间压头出来看，讲：“敢有亲像我？”宝珠、宝玉真受气，责备伊讲：“你即个哪鬼也得袂见笑！”煞无意无意，搁救入去涂炭间。过日，钦差来到因兜，叫若有在色女，拢着来试穿玉鞋。穿若拄好，就是做太子妃。宝珠、宝玉看着玉鞋较细，就伫内面站一块骹掌，
紧紧将布扎好，就要来穿。钦差看见讲，毋通拍垃三脚鞋，因为你的骹毋是自然的，还得流血咧。保仙伫内面也要出来穿，因锦甲宝珠、宝玉拢骂伊：你袂见笑，也敢出去穿？钦差听见讲，毋通分别水歹，简单取穿的下骹，就来穿。出来一个穿，拄拄合骹。钦差连边拜伊做小主母。顶面所记虽然是小说，也阁有通做咱的教示，因为耶稣捌讲，爱要做大，着做人的妻用；又阁自个的会降落做细。